黄仁勋，英文名 Jensen Huang， 是一位知名的企业家和电脑工程师。最著名的身份是他作为 NVIDIA 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及首席执行官。NVIDIA 是全球领先的图形处理器 GPU 制造商，对游戏、专业可视化、数据中心和自动驾驶汽车等行业产生了深远影响。这里有一个关于黄仁勋的启发性故事，展示了他如何通过创新和决心，在科技行业留下了自己的印记。故事发生在1990年代中期，那时黄仁勋和他的2位合伙人决定创立 NVIDIA， 他们的目标是革新计算机图形行业，但这是一个高度竞争的领域，许多公司都在争夺市场份额。在成立初期 ，NVIDIA 面临了资金短缺、技术挑战和市场的激烈竞争。黄仁勋和他的团队开始研发名为 NVE 的产品，这是一款集成了 2D、3D 图形加速、音频和视频加速的单芯片解决方案。然而，这款产品并未达到商业上的预期成功。面对失败，黄仁勋并没有放弃，而是从这次经历中汲取了宝贵的教训。他认识到，为了成功 ，NVIDIA 需要专注于自己的核心优势 ——3D 图形处理。这个决定标志着 NVIDIA 的转折点。黄仁勋领导团队开发了 GeForce 256，这是世界上第一款被称为 GPU 的产品。它能够将计算机图形处理的速度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水平。GeForce 256的成功不仅确立了 NVIDIA 在图形处理领域的领导地位，也重新定义了电脑游戏的体验，使得 NVIDIA 成为了科技行业的一个标杆。黄仁勋的故事是关于勇气、创新和坚持不懈的故事。即使面对困难和失败，他也从未放弃追求卓越的梦想。正是这种精神，帮助 NVIDIA 从一个小公司成长为全球科技巨头。黄仁勋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技术先驱，也是许多年轻企业家和工程师的榜样。他证明了，通过不断的努力和创新，即使是最大胆的梦想也可以成为现实。